我相信切个三回哩迄度，拢种人都会得胜嘅路，冇人会失败嘅路，冇人会输害嘅路。所以是家系用单杀嘅力量，单杀嘅能力都系冇本事，因为就是个人要限制。但系我嘅经节讲，在腓立比43，拢种一切我能担，因为到透过耶稣基督。本我力量，那係要主嘅力量嘅通才，是個能擔攏種突突隻隻嘅煩，突突隻隻嘅痛苦，突突隻隻嘅問題，是個依靠嘅，是個能擔。嗱，因為到咩呢？因為到咧1哥林多15:17節咁樣講到，但係這個感恩對咧上帝已經本了是個特性嘅路。在耶穌基督內中，這讓人是個有謙卑嘅心來相信耶穌基督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。當時家你社會你行到有問題、有痛苦、有煩、有各樣嘅事，是個難擔一切嘅痛苦，幾把帶是個係得勝嘅路，帶是個係勝利嘅路。所以呢，是個係依靠耶穌基督嘅力量。本切噶，阿門。